班大用财务回来看嘛，下来不标的，你妈里那个标的，这种产业来，这种标了，哎呀嘞，标音呢，讲欧洲的吧，那标，都嘛一场戏了，哎，你妈里也标的第一，下班伢上来的，戏的都标的他说，哎，你没戏的多，哦。差了没？这差一步熬到那时候，我没了。这种没个少年去嘛，这个表了都有点皮到面的。顶着啊里边，来唱来这种，下海吧的，那里去嘛，下了的农村，这是个起码的，家庭。按我规定，我对老家的不要听，不要听按我规定的。但是我这种心里不话，我都会去听。按我规定打，中间去嘛，按我家都偏。